大家好。来给您介绍这张三伟。大家好。给您关心新移民。哇塞，好多印尼新娘哦，这全部都是印尼的菜哦。对，咖喱。美娇姐姐的先生，你吃的习惯吗？太辣。太辣。他骗人，他一定习惯。你看他一天度。既然愿意从那么远的地方嫁到我们台湾，这也是一个缘分嘛，对不对？他们来这边就能够成我们的台湾媳妇，对，他们能够很快乐的在这边适应生活，在这边营造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目标。对啊，好可爱哦，他笑起来一定超可爱哦，4岁哦。所以啊，你看，你如果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拿这照片你来看，对不对？看一下。对，我看了就会没有压力。就没有压力，对不对？对，就很开心起来。好，这样也好哈，有找到自己支撑的力量。对。就看某个相片，你会想啊，我安尼编下去，我坚持下去，味道会慢来，就味道会买的。照每村铺顶2人帮人嘅统计来看。台湾达5.3对的合法婚姻度，就有1对係無強國的人。說嘅歐亞嘅地度啊，就有一個係新移民捐下來嘅新台灣人。按你看起來，台灣200嘅人口結構地度，新移民第2代會變做當重要嘅一群人。無強國嘅婚姻，潛在嘅問題就係先做朋友爭結婚嘅比例動大，又因為語言唔同。認知的差距，還有婚姻設計唔落實，故所以你聽出嘅真實安尼結合，從頭係辛苦嘅較多，幸福嘅較少。改變遺憾嘅行動，就像節目時講嘅，答對新人都應該得到上帝嘅祝福。答份關心，未會改變呢群新台灣人嘅未來。行到了，有幾多個海水無行到了，有命多個河壩無行到了，有看到個長山無，有看到北風小暖個小山行到了，吼嘿吼吼，台灣啊，吼嘿吼吼，那個寶島。總講啊，喺南台灣青春嘅五國，天天哦豔陽嘅五順啊，豔光下坡，天天哦做到一嘅，哎呦出排佢來啊，你看佢來係咪十分嘅壯觀？你好，動作嘅時間哦來到你啊，唔會躺到嘅太麥啊，出街上躺起來哦，擋อยู่啲條，衝係用嘅鋼橋啊，呢集擋開嘅地方唔做嘅。按集權五純文化簽好一隻地方。東港南台灣嘅五業太鎮，同時咩全台胡金槍老企業青態13市場，故所第一位啊，雖然很早起，真簡單就會感受到討海人嘅艱苦生活。海水鹹鹹，日頭炎炎，今晡日啦，就俾你體驗一下，騎風5公里條鏡頭檔騎喺重擔。啊，下面对，不要看你脸，不要看你脸，我一样头像，头像那个，对啊，我怎么看得到啊？那没有传的，对，讲过，你这么想的吗？你这个，那可以，那可以。大家懂？啊，你個問題喎，睇下有冇做人腳，呢條對啊，睇下之後呢個槍咩啊，睇下你買咗咩啊，
因为较新鲜的嗰个时间接顶起来啊。你就知影台湾人的辛苦啊。台湾人，你是台湾人哦。当初时节，天天骑风五公行的脚步，镜头下骑定几百英寸又滑溜溜的黄旗金枪，一桩短短还望50公尺的体验，俺的命啊差一些的就冇脱了。夜探节前后，迄黄旗金枪推出的季节，飞到的赶东港了张南台湾青态的五山澎湃市场。船长音讲，骑风五公啊，就听出个整起时间。伫午饭和盘上之间来来去去，飞到的时候维持一条电影卖好家私的起源，韩国佬几百年的辛苦，用亲戚的诚意换亲好的结果。这支要咧创啥呢？那大家人手拢有一支。啊，我这支都袂生我啊！啊，这支都是像那男人的武器啊！男人的武器。对，枪啊枪牌你就枪尾巴你看，大家嘛枪尾巴该看啊！水也歹，啊决定这个以后结束。哦，莫怪哦，大家安尼，未出家进前拢会先去签米啊。我也罢这男人拢是安尼生活。哎，对。哎，阿桑，这碗要创啥的？做鱼丸哦，鸡鱼丸哦。哦，阿桑，你今年几岁？69、70岁呢？安尼5个啊，赚到了，大家胎盘就买5个。买5个，迄边咧我签去跌咧天内下去，其他地方看去5个好快呀，5药啊全部都天内下，我阿婆就老伊廿米来做伊做嘛，我做鱼丸去卖啊。伊会做嚟讲哦，拍做嚟讲，伊生完就会个人哦，好强人的想法啦。见山是山，见海是海，也就係海強人的寫照。細時節從頭同太人講，渡海係風險高又危險的條路。不過，當然將近32嘅買賣重量，要求嘅一度嘅渡海人家，事後佢哋要實體嘅東島老夫行人強海時間。不過，浪渡來浪渡去，意思無大嘅太海落實，要問佢哋學到嘅春天見海嘅態度。阿妹不用讲啊，讲啊，可能拍了。伊讲啊，看到嘅啊，你冲浪板看迄人用安尼，全部 fight 用诶，讲有一件铁皮屋啊，可能就会了。来看下，看生意了哦。哎，阿飞先生，是哇，你好，我是尚伟啊，请问一下这是怎么上去？这没有楼梯的，没有楼梯，就直接这样上吗？可以吗？我可以哦，让你签怎么好意思？哇，所以哦，你现在我现在在画我们自己做的冲浪板。那你现在这个算客制化，这人家定的吗？对，就是有客人订一个，就是有一点像鬼的东西。对啊，我刚才有人说冲浪板这看起来哦，对，就是客人他想说这样比较炫嘛，那我就帮客人定做，但是我都是用我的方式帮客人画。阿飛，伊個可以來唱玩世不恭嘅後生人，不過其實有人上道嘅熱情和堅持，對付起迷宮並有過後，專門做廣告嘅設計。第一擺嘅旅行度，佢終於都肯定，喺啲幾位嘅拍打工2年，雖然咩是名詞歌，不過兩轉要確定呢個體育風格嘅精彩人生。所以你既然選擇在這裡待2年呢？对啊，就蛮好玩的啊。你恨台北嗎？也没有恨台北，後來我2年後我還是回去了，因為我覺得我的夢想要去完成它嘛。這個夢想就是說，我們那時候可能就是拍片做美術嘛，當然想要從美術的角度切入到導演嘛，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你想到用一個導演用美術的角度去拍一支片子，只是沒想到回去之後2年的時間跟台北其實落差很大，有點落差。跟不上嗎？Tempo 跟不上，已經是跟不上，但是我覺得跟不上，我肯花時間去學習，我覺得在我的未來是一定是可以跟得上。可是它有一個很莫名的聲音在呼喚着你回墾丁，就是你在台北繼續做，可是後面有人在叫你說，哎，回來墾丁啊，就說可以這麼好的地方，回來吧。在台灣人的認知度，靠高中上大學，22歲拿到學士學位，天然考到國內外研究所，像係用一個無血困的求學過程，喺頭擺優秀人才
天窗的油嘅激烈，像安样开到会死的人生，咩可能无铁的动荡的梦想。来想，每3人都应该对自家的生命度保留适度的弹性。也就像当到国外的后生人，记得哦，为到读书和创业的过程度，并自家一个假期，停一下脚，多想一下，过后将费心能量，创造出让人无穷样的人生。这个地方就是你建筑梦想的地方，一开始就在这吗？对，这是我第一间自己的民宿在这边。要怎么来形容这个民宿的风格？我感觉好像似乎有看到一些跟是巴厘岛的。对啊，当初就是我去巴厘岛玩嘛。那我觉得那边还蛮特别的，于是我就把它搬回来台湾了。那时候台湾也没什么巴厘岛的东西。对啊，我就把它盖了一个民宿在垦丁这样。像你这样啊，从一开始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回到台北，然后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现在有一间像这样子的民宿啊，然后就直接对着海，这是你喜欢的环境。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爽，像事业有成，然后觉得很满意的时候？现在就是当然是会很开心嘛。你完成了你想要完成的部分，当然就很开心了。可是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我没有什么改变。客人来到这边住你的民宿，说哇，你民宿好漂亮，就会开心。因为你完成了一个作品。就像我现在画完掉就完成一个作品。那如果客人觉得好漂亮，那就会很开心的。可是很难想象，画这个竟然是你第一份赚钱的工作。很多人都会讲说，学画画以后怎么当饭吃？有人这样跟你说过吗？不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很多人都觉得以后到底要做什么？你没有跟一般人一样这样想。没有。你反倒在里面找到很多的出路啊。对，我会想办法说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用我这些学的可以做些什么。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很多是很辛苦的部分了。但是我觉得人从0到100它是一个阶段，是很辛苦的。但是从100到200，它就变得容易多了。所以你0到100，你要非常的坚持。有火势的那种。Andy Grus 讲过，抢有偏执狂，当做的生存。不过佢讲的偏执狂，代表的是一种坚持和信仰。也就像阿飞佢对自家对人都100的主价，我相信，就算係一隻細細嘅成功，其實後背沒有動盪嘅大兵和堅持。阿飛結節嘅離開安天嘅生活模式，還有專長變做傾當街坊親好嘅人體財費時，對中意傾當開展興趣，行加開民宿。佢講，重要嘅唔係灑落嘅人生。還能完成幾多嘅對人都100嘅路程，很有想過自己嘅對人開始，行家用無人比得嘅勇氣行鐵灑落嘅100里路。呢過程可能有當多嘅困難，不過是要尋到正確嘅方向，而你都有機會喺短淺嘅一生人地度完成100隻無可能嘅夢。我感覺到這衝浪這種東西會上癮。我開始也懂了，就是這裡到底有什麼魅力，讓你願意？对啊，我们熱愛這片海洋。對，我們要保護它。我們純天然，我們沒有加汽油的哦。所以今天的浪算漂亮，對不對？對，那邊的景比較漂亮，不過現在比較小一點點了，但我還是可以去玩一下。你還可以玩一下。我玩一下給你們看一下。玩一下給我們看一下。看到銀風嘅係無？你這邊就話咧，你咧講孫悟空駕着筋斗雲騰雲駕霧。兄弟啊，都肯定請到一個方向，按堅持引航而已啊。當擺就做得上來岸邊，迄咩動破嘅感覺啊？對，看準的就安尼，次航而已，堅持而已。所以帶種肯定的生活的哲學。看到安尼無，還是看到了。一隻夢想的完成。係讓我一隻夢想的開始。人講的，學無止境，有安尼安強的想法，當做的一次有戰鬥力和必定即刻前進。不過，你都清楚的看清楚，想法是要知識做基礎，也信念是要堅挺的力量。台灣啊，好嘿好好，阿美下子哦。
海啊，就底山高不及海深，地广不及海阔。这条安泰泰全世界地图哦，有当多丰富的生态，就一条土地方，也好用啊，涵盖所有生命的源头。因为台湾啊，就係一個本海洋包年的國土，然後點哦，到南台灣有一群人，佢喺度研究海洋生物，你係差唔多30人年來嘅研究啊，本嚟台灣變做係海洋生機嘅國際港點。其他地方唔但將係屏東嘅驕傲，涵蓋係你台灣嘅驕傲，基本上搶下來前其他地方。1999年，海參館廣納各方嘅意見，和引進民間創創嘅法律和能量，本海參館變做國內體育結合公辦和民營嘅聯合經營博物館。要順勢將經營和研究分開來，交本民間創創主導對外行銷。研究人員專心啲各項海洋科學嘅研究計劃，用嘅方式要做到嚟用盈利支持學術嘅前瞻做法。哇！这些全部都是活的吗？对，都是活的。全部都是活的。那个看起来像钢筋外露，那个是？那个是很特别的一种珊瑚，叫做边珊瑚，一根长长的。它也是珊瑚啊？对，白边珊瑚。那我刚才在里面有看到那个像手在那边抓啊抓，那个也是吗？对，那个是紫心软珊瑚，上面就可以看到。哦，那个很多海参馆。从那个看到的第一集就看，哇，用个按都唔的咯，阿妹哦，个珊瑚啊，用个按的铜哦，董兄真的海底世界用的呢。因为在这里看到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很震撼，而且这些都是活的，然后这么大块的珊瑚礁，很难想象我们的珊瑚种类有这么多吗？对，事实上珊瑚的种类非常的多，那超过400多种。台湾呢？对，因为其实台湾呢，在我们研究上是珊瑚生长的集中区一个大三角，就是在我们台湾到菲律宾，然后这个下面南海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珊瑚生长非常繁盛的一个区域。许多国家像美国加州，还有其他国家都会到我们海参馆来做交流。就为什么？就是他们难道没有办法这样子吗？他们的话，我们的环境，也是有，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珊瑚的话，就一直在做监测，还有了解。然后呢，像我们海参馆里面呢的话，就是尽量呢可以来做珊瑚的繁养。除了法國摩納哥海洋博物館之外，世界上還有東西嘅水族館做得長期和大規模嘅展示上嘅珊瑚。故說對海參館來講，珊瑚礁水族生態展示館嘅完成，表示台灣的水族工廠展示設計和珊瑚領域嘅專業知識和技術等，做得了國際級嘅水族館來比。你咪提供本冇辦法冇咩切人，都會將認識台灣珊瑚礁生態嘅方式。其實我剛剛進來，我很整個震撼的是，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想要有一個水族缸，然後這個裡面養的是熱帶魚，然後我還想要有一些珊瑚在裡面這樣。可是以一般人啊，像我們啊，其實我們要養珊瑚，好像很容易可以買得到，去水族館可以買到。可是問題是不好養比方說我想要好好的了解這一塊，然後我想要更親近他們，就不再只是買個珊瑚回來放在水族箱這樣。我要怎麼？有沒有什麼周邊的其他人？那待會的話呢，我可以帶你認識我們呢，海參館裡面有一位專門研究珊瑚的老師，范特宇老師，他呢可以說是珊瑚們的爸爸。珊瑚喜歡吃什麼，住在什麼地方，他都是研究了非常多年。珊瑚礁生態內圖佔海洋總面積冇到1/1000，不過其實提供嘅大部分海洋生物生存和生態重要棲息地。台灣大約有450種嘅珊瑚，種類豐富嘅長度唔會輸本歐洲嘅大堡礁，做得講係世界上嘅珊瑚寶庫之一。保護珊瑚礁係當要緊嘅事情，其中最重要嘅就係教育。2011年，海參館成立海洋教育中心，所以我們這裡看到的希望利用教育中心嘅成立來講關於保護環境嘅意識和價值觀。另外後面還有做其他海洋生物的養殖。海洋生物的養殖啊，
哦，这位就是我们珊瑚爸爸，珊瑚爸爸，台湾养殖之父范松云范教授。樊教授您好，哎，你好，珊瑚爸爸您好，这位是善伟。好，善伟你好，善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正在看我们这边养殖珊瑚的一个情况。这是养珊瑚，这不是养鹅啊的吗？感觉好像牡蛎棚的感觉。哦，是我们也是利用那个养牡蛎这样子串挂的方式，然后把珊瑚养在这边，那这样子它的生产的效率会最高，我们可以大量生产。海参馆水族实验中心这一片养殖珊瑚的区域，可以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陆地珊瑚农场。对啊，这真的像一个农，而且这样一区一区、一圈一圈，通通都是。其实珊瑚的养殖在过去，大概1990年以前这个被认为是非常困难，只有少数地方能够成功的养殖。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世界各国很多地方的做法，也到国外去学习。那再加上过去10多年来我们在海参馆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累积起来，建立起现在这样最大规模，而且有100多种珊瑚的养殖。珊瑚只有促成陆地保護海水，創造漁業資源，提供食物、醫學生機，還有觀光嘅功能。係講本人大規模破壞，結為危害海洋國家嘅資源。海參館有全球生態人工珊瑚培育場地，透過人工控制環境嘅溫度相監督下頭，一下基建做得培育出132種嘅珊瑚。對海洋資源受到嚴重破壞嘅邊緣，3萬富裕珊瑚就會延續海洋生命嘅重要機會。這個是分支型的表孔珊瑚，那這種珊瑚在我們這邊長得非常快，好像風鈴了。像最早就是這樣一小顆珊瑚，那它小的時候長得非常快，好，然後那我們這樣把它分株，然後這樣一串一串掛起來，它就可以快速的成長。就用一個母體。然後把它分成這樣，它就可以一直繁衍。是，這個是珊瑚一個很大的特性，就是無性生殖能力很強。所以你可以用一小段，然後就不斷的繁衍。您剛才說的無性繁殖，可是據我所知，在這裡不是珊瑚有所謂的排卵期嗎？這個是珊瑚它的特性，就是它平常的生長就是它的無性生殖。那但是這個它的基因型都一樣。對。那所以它在透過這個有性生殖。精卵的結合產生大量具有遺傳 DNA 這個變異的子代，那它就比較能夠去到不同的環境下生存下來，可以建造像墾丁珊瑚礁、像小琉球這個珊瑚礁島嶼，甚至澳洲大堡礁這麼大型的這個地質結構，就是靠珊瑚這樣子，同時有性跟無性生殖這樣累積出來的。珊瑚的生長環境都嚴調，除了長久的日頭。溫天的水溫、製造潮水、和良好的水質，都會培育珊瑚礁天作好的條件。咪就會講，是由好刺眼、用水用沙，創造了像真實的珊瑚礁生態內圖。故說，要維持海洋生態的平衡，除了實驗適度的研究，唯一的方法就係回歸刺眼。這個又是什麼？像這個就是葉片型的，我們說立盤珊瑚。而且它好像一個碗，這個能摸它嗎？可以，你可以摸它，但它會滑滑的，因為這個珊瑚它會分泌黏液來保護它。不是，它有養顏美容的功效嗎？我看到磷之類的，就想問。是有些軟珊瑚，它的這個黏液的話，的確具有保濕，然後甚至也可以促進你傷口或者保養皮膚的效果。像軟珊瑚在台灣數量非常多，那它也具有高度的這個。醫學應用或者是藥妝產業的一個應用發展，所以我們也積極在這方面投入研究，那也取得了好幾個專利，現在也有民間的廠商跟我們這邊的同事合作，那我們希望把軟珊瑚的量產，還有它的生物醫學、藥妝產業，能夠建立成台灣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個產業。海參館做的唔單止係海洋生機的研究。佢們為地方創造嘅豐富嘅收入，第二，你們聽眾嘅回憶所有成功嘅 BOT 開發案，喺固定回歸公部門嘅理順當中，係咪應該把更加高嘅比例來支持研究團隊嘅研究？因為呢一群攞台灣海洋生態科技送上國際嘅研究員，正係屏東海參館嘅幕後英雄。
上嘅顾上香气嘅时间哦，唔会吃到人嘅心啊，然后人嘅血啊，印落印，热都会滚起来样嘅啊！嘅时间哦，马上提，你有没有按用一句嘅成语，鼓动人心？手常常会破皮呀、然后他儿子还有流血，对，然后回家说妈妈，你看我今天又多2个血泡。可是我很佩服他，就是他喜欢他爱，他可以忍受。太古研制中国，过后渐渐复到传统日本。1000年过后，佢们发展出古意自我嘅生活杂学。也就像佢哋对太古嘅诠释，立體而本，立體而古，立體而富。經過溝通，結構再重新做得變出本世俗塗黑嘅靈魂。杰出艺术团体奖，静态舞团。所以鼓总共只有你们这一团，只有静态舞团有在艺术版。就是在艺术版里面，就是关于就是后对。就是那第一鼓声一响起的时候，就是你不看也很难，然后再看到每个人表情，就是都很投入，投入里面去。但所有我现在看到的是所有的成员都在这里，还是还有一些他们。还有2个，一个也是军官，可是他军官也是留守，不是只有他一名是军官，有2个，一个是我学长。因为我在陆军官校教他们战鼓，所以算他们都是我学生了。战鼓，对。你好喜欢打仗，对不对？没有啦，是因为在军中他不可能叫太鼓，所以他们就叫战鼓啊。可是为什么8年之间你可以从0然后到变成这样？其实应该来说都是跟着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一起成长上来，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家长，真的。家长，对，其实家长很赞成吗？很支持他们这个玩鼓吗？很棒。那他们成绩有没有因为这样？打鼓孩子不会学坏，要再加油，其他的都没有。真的吗？真的。开始的时候会很难吗？就是你在基本功练习的过程中会非常的累，一直起水泡磨破皮，这段过程你会觉得很辛苦，很快就你要看他的手吧，他手是都破掉了。哇塞！你要看他的，你要看他的，我是已经破到不会再破了。哇，就是已经硬茧，然后里面又长血泡那样子。就像他现在这样子，对，硬茧里面还有血泡，你会想放弃过吗？不会啊。为什么？你不会觉得很痛？有。哇塞！这是光荣。现在这样，对，硬茧里面还有血泡，你会想放弃过吗？不会啊。为什么？你不会觉得很痛？哇塞！细妹书房的硬片，虽然本人唔攀得，不过复古清新，跟太古的家长上身，用太古的震撼，做得训练声音的意志力，留脱离超然的性格。另外，跟太古的组织成员非常的特别，佢哋以为係上班族。以为係小學學生，甚至有2日正做嚟參加團練嘅正校軍人，看到一支支大團體和各有血嘅鼓槌，印象得到練鼓過程嘅辛苦。就算有撼動天地嘅氣勢，打鼓嘅時節嗰種夾又唔散，烈又唔亂嘅內斂，冇將現代人嘅手痛到放飛。另外，
就算脚冲雷鼓，团员嘅满足度还能有面对热情，当做得散发出来嘅结晶。多久开始就拉着一起？哦，所以是他带着你要一起来学。那你有兴趣吗？一开始是没有，但是也是慢慢的一直延续打下来，就慢慢打出那种兴趣。这边小朋友他很多是从幼稚园跟上来的嘛，开始学习太鼓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他最大就是说可以培养孩子那种自信心。有一些例如说邀请我们演出，可是他第一个都会先问，我要那个就是要大人的，你们的团员的年纪大概多大这样子？我就说我们团员可能在青少年，他就觉得那个小孩子不会打鼓，上台不好看。他们可能不会说先去了解我们的实力，或者说他们表演的怎么样，他们会先一个就是女生不会打鼓，小孩不会打鼓，然后就先把我们否定掉。我觉得这是对他很不公平。看得到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你会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舞台上就是淋漓尽致。应该说每一个团员其实对他们都有一些很正面的力量，对拉着他们，然后所以大家都会很乐意，只要有时间，大家就会愿意来这边，大家聚在一起，就开始练习。听到民俗技艺嘅流行，台湾嘅整体文化也按多年来总算做得踏上语文发通嘅主流平台。不过，较少人欣赏嘅太鼓，虽然冇人讲文化传承嘅担当，不过细刘先生老家长从事嘅系细人呢，系唔系做得啲学鼓嘅过程度，寻到痴心老快乐。就像细刘先生讲嘅，用一生的气魄构筑梦想，用末日的心情活在当下。天天鼓乐带来嘅吃菜老坚持，记得会继续立体一本、立体一鼓、立体一舞，含卡落特别嘅鼓团，存做最后嘅震撼。常常说我是用本业，我的本业就是教学嘛，用本业然后来经营我的兴趣跟鼓团这边。我们的团员因为也是跟着这么多年走上来，那其实他们每个也都是很热爱表演，很热爱在舞台上的感觉，会觉得说如果放弃掉了，他们等于说也放弃，就是说给他们这样子的机会了，然后就想说，看着他们在台上表演然后看他们在台上那种绽放的那种笑容喜悦自信，我觉得那就是一种成就感吧，就是这样的支撑着我们一直下去的。那你有想过你要打鼓打到什么时候吗？打鼓打到什么时候？应该是说打到我不能打吧，就是说我可以活到几岁我就打到几岁。真的有那种可能，我会很希望就是说。我以后我可以就是当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然后把那最后一口气就是贡献在这舞台上。其实这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境界，因为喜欢舞台嘛。对。我就是希望我一辈子都从事这一个，再多的困难都可以把它突破。还是要突破。太鼓魂了哈。对。就是我们说一生悬命一生懸命嘛哈。开球上司走神哦，就喺唱啊样，永远有男人神命喺呢条。你好，老早。不过在屏东还有一种同特别的面相，叫就喺新移民的入住俩已经变做俩只上司同重要的民生现象。这两种无穷的文化，同样的相用系俩屏东天然的面对的当重要的课题。照内政府的统计，全屏东大约有17000人爱惜补养，其中海巡的东港地区就有5000个人多。一条漂洋过海赶入台湾的新移民，其实加到按原来的理由就当简单，就会为到实现一个婚姻的美梦。其条的美梦有野蛮梦，
行一桩海口人沙期经营咖啡，落去了解现下南国嘅特别面相。这里啦，新东路200号。不好意思，哎，你好，请问一下这里，请问曾师母在吗？我就是。就是，那么刚好。我是张善伟。哦，你有跟我联络？对，我有联络，就是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新移民在屏东这个地区的一些生活形态。我们屏东有分4个区。屏东县政府分别为屏东地区包含屏东、潮州、东港、然后粉村等4个地区，总共17000人上外籍补养提供事务性质的服务。11月22日是台湾的冬节，每1年的母亲节，天天新上阳向爱参加新移民姊妹的异乡的年土盛会。哇，好热闹哦！这些菜，这全部都是印尼的菜哦。对，咖喱鸡是印尼的。那你们以前就是还没嫁来这里的时候，大家认识吗？不认识。都是来到这边。都是在这里卖，他们在卖便当，真是。你家为什么大家来买便当？来，我煮便当来卖啊，来卖。这里有好个听，你要讲故事啊，有故事哦。之前因为他朋友来的时候怀孕啊，台湾的东西都没办法吃，一直吐。哎呀，然后他就是很热情，就是说不然我来试试看，他叫朋友大家来吃，结果吃了习惯，人家都那个叫他说，不然你就开卖饭我们大家来就做印尼饭，所以大家的感情都是在这里建立的。对，那这里感觉好像你们娘家的感觉台湾的娘家，对不对？除了饮食莫共用以外，语言涵盖新移民姊妹的台湾生活生态问题，因为交通的障碍，成为促成人际互动的误会和冲突。另外，无朋友和社会支持的环境度，付出和故事感，接着会本其条的生活引来引插。好在未叫自己家乡味来减灭其条心照的距离。要让日本式的活的，要变做其条的台湾的爱家。你吃的习惯吗？你最爱吃的是多少款？这不是蚵仔酥哦。没有，马铃薯，这叫做 croquette。你嘛要讲哦。你即摆嘛晓讲印尼话？我人在这改造，大家袂晓。你晓讲几句？你讲来看看，3句，第一句是啥？古晋大嘎木。阿古晋大嘎木的意思就是 I love you， 爱爱你。你讲者，你讲阿古晋大嘎木。那你要说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啦。金姐啊！金姐，来啦！卖给你啊！哎呀，来了！金姐，在这里啊，真的感觉到大家真的是很欢乐哈。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接下来想做些什么？他是原本在这里想开那个印尼餐厅啦，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不是他自己的。那怎么办？这算你的梦想，对不对？对，他的梦想。那其他人呢？到哪里他就搬到哪里，我们大家搬到哪里，移民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梦想不只是美娇姐姐，是你们大家一起梦想。对。大部分的外籍补养完全唔晓得台湾嘅语言，老武汉人交通已經當難，限卡唔是講去融入社區嘅群體生活。故作當當外籍補養，除咗到屋下服侍家公家娘，土生人嘅做家事以外，基本上佢哋嘅婚姻生活就像係家本有錢人過後關啲地度。屋下係特生人出發嘅位所。咩係特生人心靈親密嘅話題，我是補養嘅問題未按好解決咧。不過安利都聽出嘅真實，佢哋動動地改變安利嘅人口結構。故說佢哋係咪做得到兩位安身立命，咩關係到兩個國家嘅未來係咪嚴？因為我發現那個新移民真的越來越多，一定要去來關懷他們。其實他們嫁過來真的是，需要人家幫助，情緒。還有想家，然後還有支持、尊重，結果說她嫁過來也希望老公尊重他們。那你從越南剛嫁過來的時候啊，
跟你自己心里的期待，有没有什么落差？就会很紧张吧。然后对啊，自己想说，如果接来了，不知道怎么样啊。那你在越南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我接种田啊，还有小时候都没办法读书啊，然后都要去上班，要养几个那个弟弟妹妹。你要在越南，对啊你现在20几岁，你在越南就要上班养弟弟妹妹。我13岁就去开始上班。你要去工作，然后帮忙照顾他们，所以导致你不能念书。对，我不能念书。哇，那嫁到台湾之后呢？你的感觉还有你的生活呢，有改变吗？不是，还是这样啊。还是这样吗？对。没有比较好吗？有啦，有好一点。那你先生对你怎么样？去年就走了。走了？你是说他去世了吗？对，去世了。哇，那现在不是又变成是你一个人？对，我一个人呢，要养婆婆还有小孩子，对，生负担家里都要顾。好可爱哦，他笑起来一定超可爱哦。4岁哦。对。所以啊，你看，你如果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拿这照片起来看，对不对？看一下。对，我看了就没有压力，对不对？26岁的女生，你说要担这么大的责任在身上啊，以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都很辛苦了，更何况她是从越南来的姐妹，然后外籍新娘这样，那可以吗？你承担的，好可爱哦，她笑起来一定超可爱哦，4岁哦，所以啊，你看，你如果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拿这照片起来看。对不对？看一下。对，我看了就会没有压力。就没有压力，对不对？对，会就很开心。这样也好啊，有找到自己支撑的力量了。对。就看摸的相片，你就想啊，来安尼编下音来坚持下去，味道会慢来，就味道来摸的。阿妹，你老公过世後，即家學4歲妹的老家肉，就讓大部分的阿妹窮養，為母則強，故所為到生人呢。佢行較健愛，除了外形、皮膚、語言、文化，佢都其實老台灣的細妹冇乜嘅差別。kyung用上養子女，kyung用辛苦顧家，要kyung用老寶貴嘅青春奉獻俾佢哋活下嘅人。不過本人遺憾嘅係佢哋嘅婚姻，喪事就像係買賣之間嘅契約。介紹我們牧師，好，協會的牧師，這是我們協會的牧師。你好，牧師你好，我是善偉。好，善偉，非常的歡迎你啊！麻煩你，牧師就是您的。我老公。你老公啊？那你怎麼這麼冷靜？你怎麼說這個是我老公？你怎麼不講？我們會非老公問安啊。人工天堂了，欣賞朋友，所以我才會稱呼你為師母。哦，我要忙，我要先去打資料。好，那麻煩你了，謝謝哦。好，牧師，我有一些東西要請教你。好，那請坐吧。好，謝謝。來，嗨，坐。嗨，好多小朋友。你的小朋友。對，他们很好奇。我想要請教，就是我剛剛啊去那個他們的聚會啊，是，然後我發現他們很快樂。一開始我想象中所謂的新移民，可能他們到台灣會困難重重，可是我在那裡看到他們的歡樂，還有他們的我看到一對，就是有一個阿嬌姐跟她的老公，然後在一起的那一種。還蠻幸福的，因為有一些新移民姐妹，她們雖然來這邊，她們會遇到許多的困難，對，但是她們彼此之間卻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互相的支持者。雖然不是親姐妹，是，可是來到這裡之後，她們變成是比家人還要親的親姐妹的那一種感覺。沒錯。那整個協會啊，那個時候你怎麼會想說要成立一個像這樣子的組織呢？因為新移民姐妹她們在這邊算是比較孤單的一個嘛，哈。對。那我們常常就是他們遇到一些衝突問題的時候，我們會跟他們的家庭去做協調。對。但是通常在台灣的人呢，通常可能很多親戚朋友、很多鄰居，
就会呢帮台湾人说话，对但是我们就会比较站在新移民姐妹的立场来帮他们。有些人还是把他们认为他们是外国人，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很难过。我们说不是，他们嫁过来就已经成我们台湾媳妇了。对，所以我们都告诉他们，我们这边是你的娘家，你们有需要就到我们这边来寻求资源。因为对新移民嘅关心又唔攀得，民國90年，曾鳳芝牧師老師母接下來愛惜補養喺台灣嘅攝影和葡萄工作，展開兩公婆對新移民一生人嘅痛惜和關懷。了就像德雷莎小五講嘅，愛係對家庭、對世事都犧牲。不過就算有心聽數兩位嘅愛惜補養，也會運作嘅資金還係唔來。以前這是一個大飯店。这是飯店，但是後來他們因為經營不善，所以呢，我們就把2樓在法拍的時候把它買下來我們在這邊會幫他們開，就是中文識字班，還有就是甚至於台語母語班。台語母語班，對，因為在這邊鄉下地方慣用的，老人家慣用的就是台語啊。對，他們聽不懂台語的話就很吃虧了，人家跟他們講，他們無法去跟人回答。婆婆就直接激塞下面。对呀，邻居也会这个样子啊！你家的媳妇怎么我叫她跟她说什么，她都不跟我回答甚至小孩子家庭联络簿都是妈妈签名在看，但是问题她看不懂老师到底上面写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教她一些识字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家庭很贫困，没有办法把小孩子送去安亲班的，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新移民子女的课后辅导照顾班。新移民姊妹初次到台灣。這將人皮會有經濟嘅壓力，不過對自家嘅語言學習和環境適應都忙正常嘅時間，就會搞自家嘅下二胎。故所佢哋搞出來嘅新台灣之子，無論係語言學習、生活應對，還有人格嘅發展，都有本人當社會未來。協會設立嘅課後輔導班，就係為到一本日到愛惜阿妹，留佢哋嘅聲音咧。做得有一隻留台灣教育接軌嘅橋。另外，每本日就愛惜補養，做得啲工作之餘，我們也希望說，他們既然願意從那麼遠的地方嫁到我們台灣，這也是一個緣分嘛，對不對？對。他們能夠很快樂的在這邊適應生活，在這邊營造一個快樂幸福的生活，這是我們的目標。而且還可以有夢想。是。對啊，這些東西都好了之後，他才有多餘的精氣神往夢想前進，真正當台灣人。是。你要加幾顆？是。那我問你，牧師對你好不好？好。那你覺得來到這裡的感覺有沒有像回來家裡？不像。沒有。那不像。有沒有？沒有，不給你。那我不是真拿點。我想是調皮耶，你看他一直吐舌頭。他是屬於調皮的。牧師，你看到小孩子這樣子，你會覺得很開心嗎？對啊，看到小朋友很快樂，我們就很開心啦。對啊，這些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自己還好。所以呢，我只有2個兒子，但是我有一大堆的女兒。一大堆女兒，真的。對啊。啲頭拜，人類會輸用，因為出去打獵，唔見睇啲獵人，佢哋留下來嘅子女，這就係教育嘅源頭，咩用愛行出家庭嘅意思。那就像牧師佢講嘅，大家新台灣之子都應該到呢個環境度得到公平嘅學習，同時要受到公平嘅關心，因為啲養分流到佢哋身上嘅時節，佢哋咪狀態嘅台灣嘅未來。新移民天生會影響兩敗台灣嘅結構，唔過是要看作係自家嘅無國界嘅大愛。兩敗嘅台灣人正做得散開也得有成丘嘅差別。前面，你有了大家講嘅，去強人沙期經營咖啡嘅運作資金一直都唔落。唔過了就像牧師老師母都了為新移民姊妹所做一切，本片人自家唔拉留缺少嘅，也真係真正嘅愛。行到了，牛皮都給海水無行到了，牛命都給河巴無行到了，牛看到給江山無
牛汤到北古，小南嘅小山行多了。好嘿好好，台湾啊，好嘿好好，人嘅報道哦。好嘿好好，台灣啊。